新闻头起先来看，伫咧台南玉井一栋2层楼高的透天厝，昨下晡4点外发生火烧厝，消防人员赶紧甲火拍花，不过也是伫咧厝内面发现到一个61岁查甫人不幸过身。到达的时候就在门口2公尺处发现死者，那立即进行火势的扑灭，把1楼的火势都扑灭完。那2、3楼没有延烧之余，死者平常为那个行动不便的患者，是独居老人。消防局伫昨下晡4点外接到报案，陆续调派20台车、35个人去拍火。迄当阵敢若是起火点的1楼的客厅，规个拢烧起来，直直冒乌烟。虽然消防队员赶紧伫咧10分钟以内就甲火拍花，不过也是伫咧厝内面发现到因为中风行动不便的61岁查甫人走袂赴，不幸死亡。